Hello，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啊！又係我岑 Sir 啦。或者都分享下我學扭計骰嘅經歷啦其實咧喺我好細個嘅時候咧，我記得大約係6年級嘅時候咧，已經開始興起第一個扭計骰嘅熱潮。死就泄露咗我嘅年齡秘密添啊！當時咧就根本都未有互聯網啦我自己亦都未有去買書睇書嘅習慣。我見到同學喺度玩，當然有好多同學都係未識玩啦，佢都係亂扭嘅啫。有時俾佢扭到，佢都未係識扭晒6面嘅。而當時嘅扭計骰咧，都只係最傳統嗰種即係一個邊長3粒嘅正方體啦，係咪啊？嗰啲叫做3×3嘅扭計骰啦，3階嘅扭計骰。上到初中嘅時候咧，我開始都見到有人成功扭到晒6面㗎啦不過咧就總之喺整個我睇扭計骰嘅過程裏邊咧，我嗌人哋教我咧，人哋唔肯教我亦都唔知佢喺邊度學翻嚟嘅所以咧，我想學，我想買，但係苦無渠道直至到一路讀完書一路做緊嘢咁樣，呢件事咧雖然係成為我人生中喺青少年時候一個遺憾，不過咧就都抌低咗不了了之。直至到大約7、8年前啦實際嘅時間距離我唔記得咗啦。我有位學生講埋名都唔怕啦佢叫做蔡孝賢有啲同屆嘅同學都可能會識佢記得佢啦佢而家應該都好大個㗎啦，我估應該都讀緊大學㗎啦。當年咧，我家長日見家長嘅時候咧，我就同佢媽咪傾起其實就係即係了解下個小朋友嘅啫點佢喺屋企有咩活動有咩玩㗎咁媽咪就話：佢成日匿埋喺房喺度玩扭計骰㗎我就搭句嘴，我話係咩？我對扭計骰咧自幼都好有興趣嘅，幾時叫佢帶個扭計骰翻嚟教下我都好果然咧喺第2個星期午飯嘅時候咧，佢食完飯佢就攞咗個扭計骰出嚟，就問我：岑 Sir， 你係咪想學扭計骰跟住咧佢就教咗我少少，其實係教咗我另1、2粒點樣砌埋相同顏色嘅啫就重新引發翻起我嘅興趣又俾我睇到咧，咦，原來成個過程應該係咁嘅。其實佢冇做晒成個過程我睇，淨係講咗少少嘅理論。我就個心諗，咦，其實又唔係好似我中小學嘅時候諗得咁難嘅啫喎，只要有方法其實係會砌到喎。跟住咧我就上網去揾一啲3階扭計骰嘅教學，亦都走去玩具反斗城咧買咗我人生第1隻嘅扭計骰，仲要係正版嘅扭計骰。跟住就一路係咁扭，直至到扭到破解到為止。我破解完之後咧，引發咗我嘅興趣咧，跟住喺網上仲見到好多其他各種各樣嘅扭計骰。不過咧，我都無從入手，因為款式太多，我都唔知邊隻深邊隻淺，邊隻應該係玩完3階之後跟住落去玩嘅。所以我都係盲中中誤打誤撞咁樣去玩直至到而家，如果你一路睇住我嘅 YouTube 片，你跟住我嘅課程去玩嘅時候咧，你應該會玩得比較容易啲入手即係話你條路會比較順一啲。因為我會話埋俾你聽，當識玩咗呢隻嘅一啲公式之後，你可以跟住落嚟玩邊幾隻，你可以咧按部就班，由淺入深咁啦，一路咁樣去鑽研落去。不過我事先聲明，扭計骰咧同其他例如打機或者部分嘅活動一樣，係會沉迷嘅。有人咧淨係玩3階嘅扭計骰，佢想提速，佢想練快，佢想參賽，係由朝擰到晚，擰好又扭翻散，擰好又扭翻亂，又再擰過又扭翻亂。個目的咧就係提升佢嗰個速度。
直至到可以參賽，直至到可以攞獎。咁我亦都聽過一啲香港嘅一啲冠軍級嘅人，佢講過自己嘅經歷咧，就係佢係由朝練到晚，練到點咧？練到夜晚手指痛要入急症室。原來扭到咧啲已經有勞損啊、肌腱發炎啊咁樣。咁所以如果當你要將呢樣嘢成為你嘅興趣嘅時候咧，咁你都需要自己控制住，即係話適當時候係要停一停嘅，係要轉其他嘅活動或者休息一下。咁呢個咧係我俾大家嘅一啲忠告。咁就喺呢3、5、7年間咧，我玩下一隻，買下又第二隻，跟住慢慢，我破解嘅扭計骰咧就越嚟越多啦。咁到而家咧都已經係儲咗幾十隻。咁同埋扭計骰咧，因為佢裏邊係有好多公式嘅，咁你停咗一輪唔玩咧，有機會你啲公式咧可能會模糊啊、混亂啊，甚至唔記得咗。咁所以耐唔耐都要攞翻嚟再玩下、溫下書啊咁樣。咁喺我教扭計骰嘅時候咧，亦都有好多嘅學生咧，就聽完我上堂之後，第一件事佢就問我，就話十 Sir，你玩3階扭計骰，你最快扭到幾多啊？因為佢當佢開始識扭嘅時候咧，佢都想同我比較下個時間。咁通常咧，我都會同佢講，我其實唔係好注重嘅時間。當然我都會話個時間俾佢聽啦。我話因為玩扭計骰咧，當我學識咗一種扭計骰之後咧，已經破解咗咧，其實我嘅樂趣咧就唔會係將同一個方法、同一隻扭計骰不斷循環，希望令佢提速。咁當我去到某一啲嘅速度嘅時候咧，其實我已經好想挑戰另外一隻嘅扭計骰破解。